李贵在让李宝的张人手上去骂我，两个人还我10枪，叫这个李贵差了不起。我张人手上个第5放山，全部放到新疆港里，跟李贵差了不。你到我上去放上我第5放光嘛，你等于到部队里去放一封后语，说着，俺们两个人东西要打，张那个面孔必白黑上，对，喝啥的？李贵听了某喝啥的？喝，谁是我人喝啥的？谁是杀敌的材料？我的出卡，你为么？我想说为么啊？你这个不理智！你这个黑马无学子，你这个不空鬼，最了马不去，那一把空举人，他那某人为某是新产品，但你白牛的鱼人，不白不白，俺就打无定呼吸，喏，让你心大3喜，我再为你一计，让你把这张人气昏。杀人不就在我们的工具的那个威名，就是就，退是退，帮是帮，都是都，威震帮助，今朝这个太不了，面子一定要抓住，所以砰，人跳上来，嘿，照打，砰，一就，可能有的过来，你给我送上来，往嘴里打，让你把这杀人一嗨。一哈么力量哈出一步，往里胸部，啪一起楼，这听见里响，嘣！咦，哪有共鸣噶？谁可以说4到8个音响来？自由的拉水，往里头鼻窿中，嘿，过来，那么让你把这张人来发皮，黑烈风里边的头皮与公的，将来108将士，头皮公里头。大王，黑烈风里边的头皮里，谁个抓一抓大王了？嘿，猛老就砰一台，张那个人下跌到手窗里，力战通红。我才让客人才让喝彩，喝大喝好啊！老子本当好了，非要你们拍马屁，受罪人拍的知错不语，临不清。当你把这张人力战通红，顶嘴上啪，人跳上来，那么登起杀心，去个大雨脚，忙成黑烈风李贵个当部知名的地方，啪一推，黑烈风李贵劈着胯，去塞这里，忙里脚跟浪声，打塞过4米浪声，10几块的毛一波肉虎筋，要求努力够住了，不然要出人命。可能我多来新阳光里，让你喝点水。那么李贵你画鼻子，张人生成让你拔掉，是让你一定要拔凉。你努力爬多点新阳光，你真是死于得水。是吧？上当多点新阳光，张人大高地，想想财富落袋，是个我测试你。更有你的好看，想到北上，2只这公鸡一地，哗，冒出4米，啪，这个是一头比我的一个大，2只掌吹到4里前，我是水呀，因为我这不能等空，只能够用水来代表，有本领下水来打，哼！老子不让你的当，你是英勇下水来打，你是英勇上岸去打，你是好汉下水来打，你是好汉go上岸去打，不敢下水，算不了英勇，你是一个鬼勇跟李贵听见鬼勇的定杀气，我鬼勇人家屋里的口气够，这伙子提着这鬼勇。他在头是大大的，我是英雄，不是狗熊。哪个叫？让我看看那个水，生个拿口发一口，让你把这张那个死了头皮我的一个张，你我想从跳下来顶着我这么的一个张，不成个一老爷，老爷，哇！
外的忙着人家宫里向夹在我，你说门开声噶，叫他头名是大师给了尾分大师，哎呀，上当，荒唐，西部没定，现在李伟啊，费眼睛，那快里头，费俩头，到工地加一滴，因为这非常嘞，科技生活样么子，糟了，所以不一定有危险。这都有个吹叶我都在一日到要了，把那现在的塑料袋了，都不为装富了。上当，心里黑的，老子出光里，让你把这张一口说好。神光一场17桌人要死，我也认命了。这妖精从市里讲，抽过来，我黑地方另外个人叫抓水脱妖，哇，脱出4米。是的，因为另外个人啊，健康来讲，身材好，把他高明那个风一吃收心过来，一口又加谁家门里，个味道来着，会动10个都2只球队，忙成张人个嘎的一嘎肉，啪啊，跟人吃得些，一到水位糟了里的海，早起到淡水走过，哎呀！2个人到4里龙城，哇！荣华四彩，是世事重提。后个2个人长得漂亮，那位漂亮，你看来年是个天，3000别了个事，那和李峰、李伟、西马让李八九，真人后。3个人可才是敌人啊！一个是脑海的交流，一个像飞将的俄语，真是黑马相对，天下名扬。吴兄弟老师呢，是在我心目当中呢，也是一个好演员。他这个评话的艺术呢，可是我一直钦佩的。但是呢，他哪能会在立于不败之地呢？是吧？我也不大清楚，我只晓得有传，不晓得有所以然。最近一场我都要做过几趟，我才比较清爽。风中走，那桥上霜，
张风可是呀这位当江唱人不测与谁之一下，因此我心儿出门想3月里交响落叶高香扬，几杯血饮难，凄厉随风霜，楼沟举送的女儿那风凉，听着帮人岁岁凉凉我都让。照着我儿，你金宝郎不都是终于凉凉，不问口罪，把性命上。手指公，随着我们10岁大乡不服气，18样兵器塞了把手指了，要努力反映出来。所以这个手指公要讲xử理的惩罚，否则呢，这个我随便实力头。我第一个表演大刀鬼神，没打到他，谁靠把手指一出来的，刀比较苦，关某呀呀！风雨有日出去走，红刀立马，啥个意思呢？这样气势的问，因为大刀关身的关云郎之身，上身将军，记得把上来不要吃的，这个是吴军用空大于露出的，这个是表演大刀，双枪将重兵。这为谁开弓两枪，这一部手指，哪怕用它，你也有办法的。这个就代表手面喷一个枪，回过头来雨水一个枪，双手分开，爱人带两米一口，这个就是双枪，啪啦，和龙门暴龙来，这流水喷。这块龙像两根叫日意飘飘荡荡，双枪大将风头，两根日意飘荡，威风凛凛。不过不能过对称噶，因为插两根威风，那么我去插一步了，这个威风个比西马带水，这大小子们灵的。第三，神机是花用，还有个不属实，代表我上弓，嘿。嘎嘎嘎嘎，公开门，那个辰光只一个问题，说的弓拉出来要得力不有，因此我就眼睛了拉个辰光，嘎嘎嘿，要扣一个不有人，所以代表个上弓也有了。但是要摆差点中，那么最不有的，我的再去这一个确实，这个得别近视哎，手一拍，身体一直。增加你的一种美，到美的辰光身体一打，要注意一个问题，你不能给你啷一啷吹来口，这个是西对的娘娘腔，这个是莫白老乡用个福气，不用福气，和一封例外，用个副队，啪，个流水副队拉开，按照水500周子，嘎达水5个水头拉开，你老西。来，有，刷新眼睛要动一动，显得一种威风天杀性；眼睛要动得平，显得威风漂亮，是个眼光往2米下的一杀。这个就是基人，为小腿，手提车对面眼睛动到啥，西到啥，一进来看人家台台里按照上门。
说要旁两米插兵，谁得奇葩？为第一个杀人进阳宫，大红的风松杀气要决心，扶送这个英勇，留来手持一龙，所以代表一把刀，来，一砰，个把手指，所以代表扶送水的个把刀，要去杀西门庆。年分可见，人这改变，真就是不得到，眼睛要可有，塞他周围好，砰，点地要紧一点，水里要有分量，一不得，要是个一轻飘飘，这工作分量我要兄弟，杀水挪刀，是要大三分杀气，因为这个透明三阳。来，有木九杀，水里还要有分量，这个是杀水，够让这肢体出场，身体才要缩得一点点，这把手指既不是打的，还不是上枪。他不是带刀，是一把铁成两个皮水，因此拿了水这个范围要往里向缩，实体拿刀，因为那个人比较轻，拿个方法，你在浪上要扩张一点，来，这是谁的几种用法？我一种手指一开来，用个方法一不同。再譬方讲西门庆，这把手指一个姿势，要么这里上走一走，把它抛进了一根竹腿，靠过来靠到对方向，开头是服务性，拿一弓，一切走到个人，嘿，身体旁这做了口，掐。为神，这个是神秘秘的石柜。那么个不说是同样包在生养水，还是让对做心花的不同。一个是女人用，带扶送一口，哪个把你杀地风来？此人女子杀人，江湖人称莫叶差。这种大家回息，所以代表的是女性，对两种还是代表的毕竟是个女，东要当心啊，既来性要有气魄，总不能够实下来不是生人家比买醉女郎的。我基本的带上用的手指功方法没是很多，辰光来不及，我就别一带的啦。
光，手与手有骨立身何张良，一路上秋毫无犯，军威壮，我一臣若发令不三章，将日不准，为王若犯将我知，边汉王今夜里小火，点两将，但愿的今天一城同镇汉家帮，我们一同为故乡，小炮转在火把金殿上。我很喜欢看吴俊义先生说评话。我为什么不说听而说看呢？我觉得吴先生的艺术啊有个特点，就是除了他的说表学就是语言艺术的基本功很深厚非常出色之外，他在这个表演节目的时候呢，很注重身上的功架身段，脸上的表情眼神。红不记追与两条好汉，一个叫平贵叔杨勇，另外一个透明三郎石秀。天刚刚亮，3岁追过来到蜘蛛门前，那个蜘蛛的门一开，大里向大概从烤的杂子人啊分进来，一股催米催呀！一只一个马气头，我看见过，一只吃的，一只用的，那台上像这样跳舞的第4口，打他哥哥的人浑身他是香粉，不吹个打出来喷喷香。我的车都跟长的雪衣衫，而这个我的上的当中我要露出这样一头，周围的露地长了在想，我的音乐一响，嘟嘟噜嘟嘟嘟嘟噜嘟。两道之路一次一用大儿子，嘟嘟噜嘟嘟，砰！那当叮当，当叮叮当，当叮叮当，3岁2句，13岁我够方言，我两道子女都当抓了，嘿，拉出来，搿他之路不开心，要杀人，这没用，拎到我的上灯笼，砰！把一部机斗，咔嚓！分门别类，开地做生意，新开的生意好。啥事呀？我买2斤，我买7两，我买2两，生意兴隆哇！来了，上来2个女梦，新开的靠着光。这个有不我来百分人车项目出门的，一个女的，一个女的，那办都不怎么办？是叫流氓枪，同一这里山上杀气狠，不工作之里，各部队个流氓同一这里山上，现在个流氓同一这里山河，塞到鼻口道里，脚啪一滴，2个小童的。现在讲起来2光的，砰！真灯上一放，沙老师，马上地旁吃吃。3岁一口，哈！2个小童的吃地旁，这个是烤着高。这道理人拉起了一批，新开地方来，南北3岁聪明，拿2个小童的，啪！2个这里一个，一只地旁边上一放，黑上光月。地旁5千克，
与你交一个朋友，这两个同意换你喷，我这个相对上都过去。相对上与你我个人口上有两双眼睛，加上两个小兄弟到不当中里分开来的，结果像以那个追击大队与分队的，跟两个小兄弟猛成带过两双眼睛里，咔嚓，两个流氓围过来了一口，哎呦，好的倒追。